天空降下雨水，愛在灌溉，小花吸取這愛，綻放色彩。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到1分鐘牧養嘅時間，大家可以睇到都認得呢啲係三文治嚟嘅，好多嘅商店、超級市場都有得售賣。當然咧，我哋亦可以自己咧可以去做三文治嘅，包括有啲用午餐肉啦，或者有啲嘅吞拿魚啦，將佢夾喺個麵包裏邊咧，就可以成為三文治。其實三文治嘅來源咧係喺18世紀1762年嗰時候，有位叫 Montagu 嘅呢個嘅三文治叫嘅伯爵咧，係啊，咁咧佢就創立咗呢種嘅三文治。後來就風行咗全世界，因為當時嚟講咧，呢個嘅三文治伯爵咧，其實因為佢可能工作太忙，同埋咧好喜歡咧去打橋牌嘅，咁所以咧佢就唔想咧就玩呢啲啤牌嘅時候咧去停咗，咁所以咧佢就叫啲下人咧不如咁啦，你將啲肉同埋啲麵包中間夾咗去裏邊俾我食啦，咁於是乎佢就一邊揸住嚟食，一邊繼續去玩佢嘅啤牌啦。咁久而久之咧，呢種咧嘅食品咧就叫做三文治啦。其實三文治咧有好多種嘅喎，有時咧我哋嗰啲布吉嗰啲法式包啦，又可以三文治啦。而家興嗰啲叫做 panini 咧即係話咧喺度可以整熱佢嘅咁嗰啲咧都係嘅喎。咁日本咧嗰啲叫做豬排嘅三文治咧都係叫做三文治咁仲有香港咧經常會食嘅咧，有啲就係叫做咩叫做公司三文治啦、腿蛋治啦咁仲有就係牛肉三文治啦咁喺英國咧好多嘅便利店咧都有三文治出售嘅，可以呢種偶然出現嘅呢種嘅食品咧，佢都想唔到咧後來風行全世界，所有嘅地方都有三文治呢種嘅產品。咁你知道三文治咧，肯定係中間裏邊咧有肉啦，或者係一啲吞拿魚啦，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食品牛油果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三文治都係中間裏邊一定有餡嘅。咁當然咧，如果你三文治裏邊係冇咗餡咧，就唔可以成為三文治噶啦。咁其實我哋基督徒都一樣啦。如果我哋有基督徒嘅身份，有2片嘅麵包，但我哋冇咩嘅咧，如果冇內涵嘅話咧，咁都冇乜用噶啦。即係好似三文治裏邊冇內涵咧，只係剩翻麵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成為一個屬靈優質嘅基督徒。咁咧我哋眾人咧就喜歡我哋，就好似喜歡食三文治咁樣一樣。願神祝福大家，阿門。